乡亲朋友，好，沙拉来了。接下来呢，玉美老师又带本大家，好，很棒很棒啊！抬头挺胸，走路有风，好，改善驼背。你要看到，你注意看哈，你看路方你的行路，因为玉美老师因为职业病的关系哈，啊，看到慢人啊。哦，看到人安尼弯腰驼背啊，是在动上迄路夹个脊椎吼，夹个胸脯打开来，啊，这上迄路夹个背龙吼，命命啊，老是讲，哎，起出来，怎会健康啊？吼，也是玉美老师的职业病，因为吼弯腰驼背哈，会造成动作的问题，哈，会胸闷呐，哈，人会吃到较忧郁呀，或较想唔开呀，你就爱好抬头挺胸，安尼改善驼背的动作，哈。呀，喜马拉雅传承哈，给老师哈，给很多全世界去巡回教学，哈，一天会搞压榨动作，压榨动作会非常的重要。那有健康的身体，那有健康的脊椎，一天呢接练压个动作，就会扩胸，哈。然后玉美老师本大家看了哈，脚打开来，哈，脚先打开来，哈，慢慢的，哈，啊本大家看顺行啊哈，手柄的后背，哈。右手10个手指头交叉，好，慢慢的扩胸，好，乡亲朋友，按你时候，迄面啊胸脯打开来，好，按你迄面唔会驼背，喺胸脯打开来，好，胸脯打开了以后呢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手柄个两个肛门括约肌，收下巴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都熟悉，都要给脚大腿的熟悉，给为主，好，慢慢的吐气下来，好。慢慢来到后背膀胱经，哈，做唔得安尼降紧，安尼窝起来哦，哎安尼放起来，吐气，挺到呀，好，肩头往内扣，背往内扣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脚弯曲，手反过来，好，慢慢的哟，乡亲朋友。听玉美老师讲下做，你就会知道那个动作。我来带给你抬头挺胸，走路有风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慢慢的膝盖弯曲，好，脚弯蹬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好，吐气。啊，乡亲朋友，一只动作哈，做一下面就瘦瘦。身体全部都手放起来，好，因为你做的呀，胸脯要打开来，哈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手柄后背，手柄后背安尼。你接哈，有事情冇事情，人哈动习惯，安尼时候，好，唔好看我本人知道。呀，距离人啊，距离变得引了引言，保护自己，太保护自家的安尼，又起唔脏，好又弯腰驼背又唔好看。故所以啊，玉美老师喺改变乡亲朋友大家的生活习惯，手柄后背，特别我爸爸啊，都田方看田啦哈，看田噶哈，其实安尼哈，手就安尼行，去看水啊哈，去给田方啊，好。迄顺呢，啊记得啦。古说我爸爸哈，只有个他82岁，佢身体还冇多久哦，很抬头挺胸哦，哈。古说一只动作呢，可以帮助乡亲朋友可以扩胸哈，安尼。啊，假使讲都摔到天来下啦哈，也係講豆腐卡啦，你冇方便，去公園啊哈，平常去公園。好，然後你做運動嘢，你就多做一隻動作。好，玉美老師因為呢動作係喜馬拉雅嘅傳承，從印度傳過來，佢冇高難度，冇夠難嘅動作，所以搞一隻動作。好，玉美老師個做解到啊哈，天嘅你腳要打開來，好，腳嘅寬度，然後人嘅絲襪臀部嘅寬度同樣，好，天嘅人嘅手柄嘅後背，好。那个手掌10个手指头交叉，并到呀，好，也系天衣，好扩胸，好。第3，收下巴，做嘛收下巴？唔好按的。你还记得嘛？因为老师从老太家讲过，你按的话，好，让个胸就跌下来，
背就弯腰驼背，收下巴，挺胸，身体就回到正确的位置。好，鼓手咱的扩胸都这样。好，慢慢的，记得了，都要熟悉呀。好，身体侧的，脊椎侧的，安尼慢慢的吐气，向前面，向前面，向前面。好，手柄都这样，手柄都要。好，你假使要加强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手柄右片，手柄的左片，手柄的右片，手柄的右片，左片安尼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放起来的时候记得了，脚骨凳，好，膝盖弯曲，好，慢慢的脊椎站正，好，不用向松哦，吐气，不用向松，迄个舒张，舒啊，不用我个也会不好，好，安尼，好，还原，好。也喺起练呢，给安尼扩胸哈，改善胸闷啊哈，然后你知道讲哦，你上班呀，夜晚的呀，进来哈，上下学生的哈，下班来上课耶，结果讲老师，我好像吸不到空气耶，老师我知道我透唔到气呢，好，其实我老安尼讲，啊我就会老佢讲，唔来抬头挺胸个扩胸。好，然后你假使喺摔凳的时候呢，因为老师会教你嘅动作，很多瑜伽动作，很多蛇式，哈，撒狗。你看撒狗哈，你要想象讲撒狗，佢头拿安尼，好，将近一拿起来，哈，就安尼硬开有冇？就係胸脯要抬起来。故所以英美老师呢有准备一个抱枕，哈，你都不卡枕头，也枕头哈，可以帮助你哈，把胸抬起来。哈，然后玉美老师做本台甲课呢哈，也个枕头哈，比方讲也个胸口下背，老几安尼垫高一点点，好，慢慢的你先爬来，好，你看到呢，比方讲呀，胸口下背，你安尼很美，就较刺眼。平常啊，就做瑜伽哈，莫用呀的枕头，就会吃到动实力啦。啊，不过呢，唔假使讲诶。张可是好用垫本帮助呀背后扩胸，好啊，天天的呀抱枕就可以拿掉哈。你先不用呀，先呀舒张，不用肩头下背，好，舒张都肩头下背一直按你体验呢，按你恰恰的，唔给胸看哪唔放起来，不用呀，有看到吗？舒张个肩头，好成一直线，不用多呀，好亮片，多呀按呢。停留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一下下背有抱枕同吞输了哈，你就要离开，安尼，手柄后背，同样加下动作，安尼，乡亲朋友看到吗？啊，肩头、背扣，一脚，好，并起来，安尼，你可以脚抬起来，安尼话会加强那个核心的肌肉，好，安尼慢慢的扩胸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脚下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下来，好，慢慢来休息一下，好，好，头抬起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个改到迄个人家抱枕拿凳，我较实力。好，你较实力时候，较实力咩唔怕，人哋天天嚟进步。好，也看玉美老师的脚，好，也看人脚安尼，交叠，好，老几安尼建起来，因为安尼建起来，迄个个下盘的个师傅啦，我较有力，个当风，好，上胸口就放起来，好，看见了哈，额头着地，多亮。手柄呢也肩头顺哈，呀肩头夹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放起来，好多亮。啊，你像撒狗嘛，好撒狗哎，好夹头拿起来，好，按你两个胸脯，手肘往后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停到亮，好，慢慢的停到亮咯，手都后背。好，10个手指头交叉，我停一下哟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吐气，
好，不用强手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呢，让手放到较前面地位，到了，让手放较前面地位，好，慢慢的身体拿起来。好，乡亲朋友也做迄讲啊，唔都不可以哈，你就可以按呢，吃的人按呢做，好，唔是按倒一滴的，好，先按呢，好，慢慢的手往下推地的力量，好，慢慢的，放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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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按呢就可以让人家胸打开来，好，让人家后背嘅肌肉，好，慢慢的脚并起来，好，转了线呢，收工了哈，转了，手不用了了。好，手向下一推，吸气。好，慢慢的哦，唱个结尾，你看到有冇卡结尾啊、尾尾啊、存难筋啊，哈，慢慢的按你存开来，存难筋，让你脊椎腋下淋巴来开来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哦，吸气。脊椎一节一节，不要弄过放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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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起来。好，安尼，好，安尼调息一下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看到一鸣老师做哦，唔会难哦，真嘅唔会难。好，一鸣老师设计通常呢，即系一般人的乡亲朋友呢，哈，随时随地行动来就可以做，你都不卡水的冇，变过进来哈，安尼挺胸一下，你就可以避免驼背。所有的身体健康，就系要一滴一滴的哈，运动累积的。好，乡亲朋友要记得咯，简单的动作简单做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，带给你健康久久。今日运动节目就到了哟，安子生。